一罪分，一通罪。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解如是標信順，我聞標師承，一時標機感，佛標教主，舍衛等，標說經處也。實相妙理，古今不變，明如依實相理，念佛求生淨土，決定無非。若是實相非我非無我，阿難不壞假名，故形稱我，耳根法意識，親靈原音，如空人空，明聞是無實法，以思之道含，說聽周足，名一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人天大師名佛，舍衛此云文物，中印度大國之名，波斯匿王所都也。匿王太子名祇陀，此云戰勝。匿王大臣名須達多，此云給孤獨。給孤獨長者，布金買太子園，供佛及僧。祇陀感嘆，斯如未報小地，故並名祇樹給孤獨園也。世尊當年在世，講經說法，並冇記錄，同中國孔老夫子講學一樣。佛入滅之後呢，弟子們認為老師在世所講嘅法要啊，如果唔整理記錄保存，年代久遠，可能會失傳。於是弟子們公推阿難主持其事。阿難呢，係世尊嘅堂弟，又係侍者。世尊成道日，阿難降生。世尊講經講咗20年啦，阿難先至出家。以前所講呢，未曾聽過。所以當佢出家嘅時候，要求佛呢，將以前所講嘅為佢重述一次。佛陀應承咗。又一種講法，阿難修得法性覺自在三昧，能夠喺定中徹了一切法，所以呢，結集法藏，必推阿難。當結集嘅時候，有500羅漢參加，都係世尊在世時嘅弟子。定有規約，阿難呢，登座轉述佛在世所講經教嘅內容。如果有一個人對某一個言辭提出異議，咁呢就取消不錄，以取信於後世。唔係少數服從多數。喺會中呢，阿難一星座啊，有佛力加持，佢個相貌好似佛啊。參加嘅人認為呢，佛又出世啦，或者他方佛嚟，或者阿難成佛啦。等到阿難講出第一句如是我聞，咁就困意頓息。凡係呢經典一開端呢，一定有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與若干人俱，呢啲咁嘅說話，好似會議記錄啊，謂之正信序。其次呢，述說呢次法會發起嘅因緣，謂之呢發起序。如是我聞嘅意思係我
阿難親自聽佛咁樣講嘅，我重複講出嚟，不增不減。一時我初學佛嘅時候，懷疑呢，點解唔將呢個年月日寫出嚟呢？佛在世嘅時候呢，印度仲係部落時代啊，大小國好多，各有各嘅曆法。中國商周時代亦有好多部落，但係曆法呢就相同嘅。此一時二字，乃標機感。眾生同佛感應道交嘅時候，好似時間倒流，可以翻到過去。智者大師係隋朝人，佢佛呢有1000幾年。佢讀《法華經》讀到藥王品嘅時候入定啦，見到佛仍然喺靈鷲山講《法華經》，佢聽咗一座，出定之後，同佢嘅徒眾講啊：靈山一會，炎炎未散。一係一心，一心係真心，冇過去、現在、未來。佛呢係主講人，講堂喺祇樹給孤獨園，實相妙離，古今不變，名譽。實相係宇宙人生嘅真相，其中嘅理智妙喺大乘經中常講嘅體相用啊，體係理體，相係現象，用係作用。一而三，三而一，如係永遠唔變啊！依實相理，念佛求生淨土，決定無非。若是，可見念佛一事係有理論根據，最崇高、最真實、最圓滿嘅理論依據。如果完全通達而冇懷疑，我哋念呢一句阿彌陀佛就係實相念佛，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即實相念佛。如果仲有一絲毫放唔下或者疑惑，就唔係實相念佛，而係視念。真正視念呢，亦都好，視念念到功夫成片，或者一心不亂，一樣可以往生。生到西方再將個理呢搞清楚，都唔遲。實相就係自己嘅真心本性。古德講：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彌陀同淨土係事相，心性係實相。心性係如，彌陀淨土係事。我哋身體係自性變現嘅，十方無量無邊剎土，唯心所變。芸芸眾生、山河大地，都係唯心所現。真心變現，真土真身；妄心變現，幻土幻身。
我哋嘅身心世界係虛幻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幻係剎那變化，真係不變嘅。西方世界係我哋嘅真心變現出嚟嘅，妄想心剎那生滅啊！所以我哋嘅世界係生滅嘅世界。禪宗係根據呢個道理修嘅，教下亦係根據呢個道理修嘅，念佛亦都唔例外。法門雖然多，殊途同歸啊！實相念佛即係用真誠嘅心念佛。曾國藩先生喺佢嘅讀書筆記之中，將誠字下咗一個定義。佢話咧，一念不生謂之誠，念佛心中冇雜念，將一切妄緣捨棄掉，不必想過去未來，一切都唔想，真心呢就會顯露。心中有我係妄念，心中如果有個無我，亦係妄念。有同無係對立嘅，空有亦係對立嘅，兩邊皆無係真清淨啊！六祖不得已講，本來無一物，本來無一物啦，亦都冇啊，乜嘢都講唔上。呢個係聖德全體之顯露。凡夫呢，一日到晚呢打妄想，執着呢個身係我，人我是非糾纏不斷。佛要住喺真實境界，一句話都唔講，眾生點樣能夠開悟呢？必須隨順眾生而說，大家先至能夠懂。大家都講呢個身體係我啊，佛亦都講我。佛係隨順眾生而講有我，佢並唔執着我。佛係說而無說，無說而說。阿難不壞假名，故應稱我。耳根接觸外面聲音為之耳識，亦稱為了別。親聆原音，即係阿難親自聽佛講嘅。如空印空明文，心地永遠清淨。如空印空謂之文，是同空都唔係實在，是有過現味，空有四方上下，都係由抽象概念之中產生嘅，列於不相應行法。百法中分五類：一、心法，即係心理現象；二、心所法，即係心理嘅作用；三、色法，即係物質；四、心不相應行法，非心非心所，亦非物質，屬於抽象嘅東西。五、無為法，即係無生無滅法。視之道含，
教學相長，教學相契謂之道合。教係由心性中流露出嚟嘅教導，一舉一動都係為教學嘅手段。學生領悟教導嘅含義，說慶周足，機緣相合，謂之一時。善導大師講啊，九品往生，總在遇緣不同。我哋今日遇緣乃無比嘅殊勝，上品往生呢，人人都有份。從早到晚念阿彌陀佛係第一大福德人啊！世間嘅財富、權利、名聲、地位都係假嘅，只有到臨終嘅時候，阿彌陀佛嚟接呢，係真嘅。人生苦短，生死疲勞，極須自救，而且呢，起碼亦都應該救度家人眷屬。只要生到西方，無論家屬喺乜嘢世界，落喺邊一度中，都能夠睇到，而且呢，有能力幫助佢哋。如果唔生淨土，等到業報身終了嘅時候，各自隨業力流轉，邊個都幫唔到邊個。佛係佛陀爺嘅音譯，中國人呢中意簡，所以稱為佛。佛覺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屬於小乘，但求獨善其身；覺他係菩薩，有慈悲心，自動教化眾生，為不請之有。覺行圓滿係佛，圓滿呢，唔係指度生嘅人數，而係由心性上講。我哋心性有三種煩惱，一係見思煩惱，自覺者見思煩惱斷咗啦，覺他者能夠兼斷塵沙，自行化他，將見思塵沙無明斷盡呢，就圓滿成佛。大師嘅大字有平等性，佛稱大師，對一切眾生一律平等。菩薩呢，無明呢未斷盡，唔能夠稱為大師，只能夠稱大士或者正士。對於出家人就更加唔能夠稱大師，只能夠稱法師。智者大師係天台宗子孫尊敬佢而稱呼佢嘅。祖師如果知道，一定要呵斥佢哋啊！舍衛，中印度大國嘅名，梵文呢音譯，意思係文物，即係呢名人好多啊，文化水準高啊，物產亦都豐富。波斯匿王嘅首都，匿王嘅太子呢就叫做祇陀，呢個意思呢係戰勝啊。昔日同其他國家打仗，凱旋歸來嘅時候所生嘅。
匿王有一個大臣就叫做須達多，譯為給孤獨，樂善好施，中意救濟貧苦。給孤獨長者聽聞釋迦佛係一個有學問嘅人，想邀請佢嚟舍衛大城講經說法啦。世尊嘅學生呢，有1255個人，需要一個大場所啊。最後呢，就睇中祇陀太子嘅花園呢，就覺得好適合，房間亦都多啊。於是呢，就向太子呢洽購啦。太子呢，就即刻向給孤獨長者開玩笑咁樣講：聽講呢，你屋企好多黃金喎，你如果將我花園鋪滿黃金呢，我就賣俾你啦。咁給孤獨長者信以為真，即刻派工人呢運啲金嚟鋪滿地下。太子又問佢啦：點解買呢個園嘅時候咁鄭重？佢話：我請釋迦佛來此講經說法。太子一聽非常之感動，就講啦：呢個功德我哋兩個人做，原來嘅土地算係你嘅，樹木算係我嘅，所以呢，稱呢個園就叫做祇樹給孤獨園。佛亦都冇辜負佢哋，喺呢度住咗好耐，好多重要嘅大經都係喺呢個園子裏邊講嘅。解：聲聞居首者，出世上故，上隨從故，佛法賴僧傳故。菩薩居中者，上不定故，不上隨故，表中道義故。天人列後者，世間相故。凡聖品集故，愛護即故。呢一段解文呢，說明與會大眾排列嘅順序。聲聞列為第一位，係佛嘅小乘弟子，都係出家眾，上隨佛學啊，又稱為上隨眾。佛法靠僧團維繫成全，特別受到尊重，所以呢，列為第一。菩薩眾通常代替老師教化一方。喺中國供養有四大菩薩：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其中只有地藏菩薩係現出家相，其餘三位都係在家相。中國出家人多數受菩薩戒，具有菩薩身份，同南傳比丘唔同。菩薩亦代表中道，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隨緣度眾。六道凡夫住生死，冇辦法脫離輪迴。小乘人呢，證到四果阿羅漢，超出三界，住於涅槃。天人列後屬四眾之一，多數呢係佛在家皈依弟子，品類呢好複雜，好似華嚴53參，其中出家者只有5位，其餘都係在家菩薩啊。佢嘅身份呢，各行各業啊，男女老少都有，所以學佛呢唔妨礙任何行業噶。經與大比丘僧1250
50人俱。解：大比丘，受具戒出家人也。比丘梵語含三義：一、乞士，一缽之身，無所蓄藏，專求出要；二、破惡，正為觀察，破煩惱惡，不墮外見；三、怖魔，發心受戒，羯磨成就。魔即怖也。僧者具云僧伽，此番和合眾，同證無為，解脫明理和。身同住，口無爭，意同悅，見同解，戒同修，利同均，名是和也。1250人者，三、迦葉，師之共1000人，辛子、目連，師之200人，耶舍子等50人，皆佛成道，先得度脫，感佛心恩，常隨從也。比丘上面加個大字呢，屬於大乘比丘，亦即係呢大乘菩薩。呢部經係大乘經典。比丘呢係受具足戒嘅出家人。比丘有3個意義：一、乞士，以托缽乞食為生；士就係讀書人，喺中國以乞討為生者就叫做乞丐，令人哋睇唔起你啊！印度乞士呢，有學問有道德，受人尊敬啊，文化背景唔同。佛制出家人全部財產就係3衣1缽。印度呢就天氣熱啦，3衣呢夠用。中國喺地球緯度上呢就偏北，3衣呢就不足以御寒啦，所以呢仍然穿中國嘅衣服，平時呢就着海青。海青係漢代嘅時候讀書人嘅服裝，遇到有法會典禮嘅時候呢，外面呢就加一件袈裟。中國式嘅袈裟比印度袈裟呢就縮小1/3，用鈎環呢搭喺身上面。日本法師就着西裝，佢嘅袈裟呢就仲細，只有1-2寸，放喺呢西裝嘅袋裏邊。有法會嘅時候呢就攞出嚟呢戴上，可以睇得出呢佛教嘅適應能力係非常圓融啊，做到咗呢本土化同埋現代化。出家以後呢，就無家，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心先至安定，能夠達到三昧現前。專求出要，出係出離三界，要係最重要嘅修學方法。出家志趣喺呢度，所以對世間一切法都唔可以留戀。過去呢可以行得通，只要出家受戒，任何寺院庵堂都可以掛單。每一個道場有佢特殊嘅道風學風。中國有好多宗派，出家人願意學邊一個法門都可以去參學。佛法喺中國傳咗接近2000年，日久呢生弊。古時候嘅十方叢林到後來變為子孫廟啦。
傳咗俾徒子徒孫，代代相傳，並唔容納外人。到咗今日，古時候嘅道風已經蕩然無存，逼住出家人呢，唔能夠唔積蓄，唔能夠冇住嘅地方。而家出家人呢，幾乎同在家人都差唔多。喺呢個大時代，出家人呢，雖然要有積蓄，要求生存，事上可以有，但係心中唔能夠常存此念，而且唔可以貪多，否則臨終嘅時候，阿彌陀佛嚟接你，仲有房地產、股票、美鈔一大堆，就唔願意隨佛西去啦。二呢，破惡，破煩惱惡，不墮外見。呢個廣泛嚟講係指見思疑惑，後面呢就有詳細解說。三，怖魔，通指天魔，好似波旬自在天王呢一類，三界六道都係佢所統治嘅。如果某人出家修道，佢所管轄嘅人民又走咗一個啦，魔王呢就感到好恐怖。羯磨係梵語，譯為作法，即係舉行儀式、鄭重宣誓、接受佛嘅教誡、依教奉行，可以脫離三界。而家有啲出家人呢，雖然喺戒壇裏面受戒，但係心不出嚟，魔亦都未必覺得恐怖。蕅益大師呢，生於明朝末年，離開嘅時候係清初，年輕嘅時候學天台，對戒律呢有好深嘅研究。據佢講呢，中國自南宋以後就冇出家人，比丘離戒至少需要有5個比丘傳授先至算得上係得戒。菩薩同埋其他戒可以自己喺佛前宣誓就可以得戒。蕅益大師受比丘戒之後呢，明白呢種事實，自己呢就將個戒呢退咗啦，唔敢自稱比丘，只稱呢菩薩戒沙彌。佢嘅徒弟成時法師編咗大師全集，亦都就唔敢引用佢師父嘅稱呼啦，而用呢出家優婆塞。而家5戒十善真正做到嘅已經了不起啦。僧者具云僧伽，又稱為和合眾啊。和合眾有7條戒必須要遵守。第一個係離和，同證無為解脫，有一個共同嘅願望啊，了生死啊，出三界啊，呢個係屬於離和啊。另外有6條係屬於事嘅：一，身同住，同埋住喺一個學習單位，好似寺院或者學院。二，口無爭，言語之間呢無有爭執。三，意同悅，融洽相處，和顏悅色。四，見同解，睇法一致，對於修學嘅原則、方法、境界建立共識。五，
戒同修。戒係規約，生活方面各有規範啊。六，利同均，物質生活平等，冇特權階級。出家人4個人喺埋一齊共修就為之僧團。如果家中有4個人喺埋一齊共修，亦都為之僧團。僧呢係團體嘅意思，佢嘅本意呢唔係專指出家人。僧團出現於世間，稀有難得，一定呢得到諸佛嘅護持，龍天嘅守護。唔單止僧團有福，佢所在地區亦都沾到光。真正修行人乃是有大福德之人。易經上講啊，三人同心，其利斷金。中國開國明君啊，不過少數幾個人同心合作而得到天下。過去喺台北，趙茂林老居士請我喺功德林食飯，講到僧團問題，佢話而家人做咗破和合僧嘅罪業啊，將來要落阿鼻地獄啊，點得掂啊？我話你喺邊度見到有和合僧呢？佢聽到之後呢，亦都笑了。佛嘅常隨眾有1250人，另外仲有呢5個人係靈數免去咗啦。三迦葉呢係3兄弟，當時呢都係宗教領袖，有自己嘅信徒。長者呢就叫做優樓頻羅迦葉，同佢嘅弟子一共500人。佢2位細佬迦耶迦葉同埋羅提迦葉呢，各有250人，總共呢500人，合計1000人。辛子呢就即係舍利弗，佢同目犍連呢，同佢哋嘅徒眾一共200人。另外加耶舍子50人，再加最初5比丘，就總共1255人。佢哋係常隨眾，盡佛嘅一生，追隨佛嘅左右，一直呢到佛入涅槃之後先至離開。經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解阿羅漢亦含3義：一應供，即乞士果；二殺賊，即破惡果；三無生，即怖魔果。復有慧解脫、俱解脫、無疑解脫3種不同。今是無疑解脫，故名大。又本是法身大事，是作聲聞，證此淨土不思議法，故名大也。從佛轉輪，廣利人天，故為眾所知識。佢哋呢啲常隨眾都係大阿羅漢。此大之字，指大乘阿羅漢。阿譯為無，羅漢譯為學，稱為無學，即係畢業嘅意思。小乘見思煩惱斷咗，就稱為無學。大乘到十地法雲地就學完啦，亦稱為無學。再上去呢，就係等覺菩薩、後補佛、
亦稱寶柱菩薩。比丘係阿羅漢嘅因地，羅漢呢係果地。阿羅漢亦都含有三個意思：一、應供，應當接受大眾嘅供養，喺因地道德學問未成熟嘅時候，乞食維持自己嘅生命，乞法滋養自己嘅慧命。生命得之於父母，慧命得之於老師。果地上圓滿之後，就堪受供養啦。二、殺賊。有人睇到呢一條呢，認為佛教第一條戒係不殺生，而羅漢呢就殺賊。呢個呢係方豪先生所講，佢係天主教神父，政大文學院院長，同我呢係鄰居。有一日呢，佢向我提出呢個問題，佢唔知道啊，此賊為煩惱賊，見思塵沙無明三種煩惱障礙自性中嘅智慧德能，稱之為賊。三、無生，永入涅槃啊，唔再受生死果報。六道凡夫有生死輪迴，苦不可言。自己呢冇能力解決呢一個了生死嘅問題，所以呢，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芸芸眾生中有一部分人想了生死，佛呢就教佢出離三界之道。阿羅漢呢，仲有淺深嘅不同，分三大類。一、藏教阿羅漢，修行於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呢個係宇宙人生觀呢，屬於小乘法。大乘法亦都不離此啊，所以四念處通大小乘。天台中講得非常詳細，以藏通別圓解釋嘅四種四念處，所以37道品都通大小乘。二、俱解脫羅漢，大乘法中修學禪定，能夠伏煩惱，用好深嘅禪定可以斷煩惱。四禪八定叫做世間禪定，小乘羅漢嘅功夫修到9次諦定，即超出三界。三、無疑解脫羅漢，佢嘅定功智慧境界啊，唔係前兩種可以比擬嘅。呢一種人都係大開圓解，一切疑難問題都能夠解答，所以稱為無疑，乃是法身大事。一佛出世，千佛擁護。釋迦一個人做咗主角，仲係要有配角嘅。配角之中好多係古佛在內，佛佛道同，互相擁護，絕對呢係冇名分之爭，一切都係為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
發生大事，通常指破一分無明，正一分發生嘅。別教初地菩薩以上，原教初住以上。本經呢屬於原教，同華嚴、法華相同。發生大事有41個階級：10住、10行、10回向、10地等覺。示現作聲聞或者國王大臣，好似波斯匿王、祇陀太子、給孤獨長者，都係發生大事變現嘅，嚟表演嘅，凡夫做唔到啊！佛講啊，不思議法，呢啲人呢嚟作證，幫助佛嚟轉法輪。佛教嘅標誌最常見嘅有3種，輪係圓滿嘅象徵，蓮花呢係表清淨，萬字表吉祥。佛法講嘅係真理，即諸法實相，真相非空非有。輪嘅周呢係有而心揾唔到，顯示空有不異，空有一如啊。輪嘅作用係要轉動。轉法輪有3層意義：一、輪有摧剪儀，如壓路機，於佛法能夠把心地嘅煩惱壓平；二、輪有運載儀，能夠把眾生由生死道路運到不生不滅嘅涅槃境界。我哋呢修淨土法門，可以將我哋由5濁惡世運載到西方極樂世界。三、輪有圓滿儀，輪有福有濁有咒。釋迦佛當年示現喺呢個世界，喺跡象上同人呢冇兩樣，亦係父母所生，受良好教育，出家修行正道啊，然後呢到各地弘法。但係各個地區都需要佛說法講道，佛有好多弟子，有學問有道德，遠赴各地助佛弘化，為一般大眾呢所熟悉嘅經。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拘絺羅、離婆多、周利盤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婆羅多、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博拘羅、阿耨留陀，如是等諸大弟子。解：得立俱尊，故名長老。身子尊者，聲聞眾中智慧第一；目連尊者，神通第一；飲光尊者，身有金光，傳佛心印，為初祖，頭陀行第一；聞識尊者，婆羅門種，論議第一；大失尊者，答問第一；星宿尊者，無搗亂第一；計度尊者，因根頓僅持一偈，辯才無盡，義詞第一；
喜尊者，佛之親弟，儀容第一；慶喜尊者，佛之堂弟，復為侍者，多聞第一；復將尊者，佛之太子，密行第一；牛師尊者，宿世惡口，感此如報，受天供養第一；不動尊者，久住世間，應沒世供，福田第一；黑光尊者，為佛師者，教化第一；房壽尊者，知星壽第一；善容尊者，壽命第一；無貧尊者，亦佛堂弟，天眼第一。此等常隨眾，本法身大事，是作聲聞，為影響眾。今聞淨土，攝受功德，得第一義悉檀之益，增度損生，自證佛土，復名當機眾義。佛嘅常隨眾呢，有1255人。呢度呢，略舉16位有代表性嘅弟子，每部經中代表人物不盡相同，大弟子呢都各有專長。好似第一位舍利弗，智慧第一；第二位目犍連，神通第一。難道舍利弗就冇神通咩？目犍連就冇智慧咩？睇到經手所舉嘅弟子係乜嘢人，就知道呢一會屬於乜嘢性質。得立俱尊，故稱長老。呢16位長老示現嘅身份都係阿羅漢。有人認為念佛法門係老太婆所學嘅，知識分子應該學上中聖宗嘅大經大論。而家睇到呢部經，發現智慧第一嘅舍利弗都接受呢個法門啦，就將平時自負嘅情緒呢降服住啦。第二位目犍連，神通第一，神通非常接近現代嘅科技。目連係專家。第三位摩訶迦葉，飲光尊者，身有金光，傳佛心人。佛門之中呢，眾所周知嘅禪宗當初佛傳法俾迦葉，迦葉係禪宗初祖，阿難呢係二祖，傳到28代達摩嚟到中國，傳到6祖慧能大師呢，先至把呢個禪宗發揚光大。從前呢，出家人都係各修各嘅，到咗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提倡共修，先至把呢佛教教學制度化。叢林就等於呢佛教大學。禪宗如果唔修淨土，單靠修禪好難成就。所以禪宗祖師晚年專修淨土嘅非常之多。迦葉尊者苦行第一，為頭陀行者。第四位摩訶迦旃延，文識尊者，為婆羅門種，出身於貴族，論議第一。第五位摩訶拘絺羅，大失尊者，答問第一。呢個人呢，博學多聞，舍利弗個舅父，
佢家姐身懷舍利弗嘅時候，辯才無礙啊！尊者每次同家姐辯論嘅時候呢，就一定輸。以前唔係咁樣嘅，佢諗到啦，佢家姐所懷嘅嬰兒一定有大智慧啊！如果將來外甥出世，我做舅父嘅辯唔過佢，豈不是好尷尬？所以呢，發奮讀書，印度所有嘅典籍幾乎讀盡啦。因為呢，太過勤苦，連手指甲呢都冇時間剪啊，所以呢，又稱為長爪梵志。第六位，離婆多，星宿尊者，無搗亂第一。佢嘅父母呢，祈禱於星宿呢而生，代表呢正覺不迷嘅。第七位，周利盤陀騎，計度尊者，因為根鈍呢，淨係持一計，辯才無盡，意持第一。此尊者稟賦很鈍，記憶奇差。佢哥哥呢先出家，佢亦都想出家。佢哥哥呢就叫佢讀四句偈，佢念咗3個月都記唔住啊！佢哥哥就叫佢返屋企，佢涕泣不願離開。佛知道，留住佢，教佢2句偈。念咗上句呢，下句就唔記得啦；念咗下句呢，上句又唔記得啦。世尊呢知道佢嘅宿命，對弟子們講：呢個人前世係三藏法師，能夠說法而論法，所以呢，今生呢得到如此嘅果報。第8位，難陀，喜尊者，佛嘅胞弟，斛飯王之子，儀容第一。佛有32相，佢有30相。第9位，阿難陀，慶喜尊者，多聞第一。佛嘅堂弟，又係侍者，亦都係呢結集經藏嘅主持人。第10位，羅睺羅，復將尊者，佛嘅太子，密行第一。佢年紀細，日日喺外面玩，喺遊玩之中呢成就咗自己嘅定位。佢係實行者，唔標榜喺口頭上。第11位，憍梵波提，牛師尊者。佛講佢過去世係小沙彌嘅時候呢，睇見老比丘誦經，個嘴喐，嘲笑佢好似呢老牛吃草啊！老比丘講啊，我已經證得羅漢果，你輕視我，將來會得果報㗎。佢趕緊懺悔，到咗第2世就託生為牛，做咗500世牛啊！今生呢，好彩得到人身，佢嘴巴呢仲有咀嚼嘅習氣。佛就對佢講啦：你呢唔好出去托缽，你已經證果，如果俾人譏笑呢，使人造罪，以後你接受天人供養啦。天人有天眼，知道佢得道啊，唔會譏笑佢。第12位，賓頭盧婆羅多，不動尊者，久住世間，應沒世供，福田第一。呢個尊者呢，喜歡顯神通，俾佛發現咗，懲罰佢，唔准佢入滅，常住世間，為世人種福田啊！呢個尊者已經有3000幾歲，不露身份。第13位，迦樓陀夷，黑光尊者，
數學最好。作為佛嘅使者，教化第一。第14位，摩訶劫賓羅，房宿尊者，知星宿第一。佢係由父母祈禱星宿而生，通達天文，係天文學家。第15位係博拘羅，善容尊者，年歲最大，當時呢已經有160歲。過去世呢，毗婆尸佛嘅時代，佢曾經供養一位病僧，出於真誠，感得呢91劫嘅果報啊！容貌端正，健康長壽，壽命第一，顯示呢善因善果。第16位，阿耨留陀，無貧尊者，亦都係佛嘅堂弟，天眼第一。久遠劫前，當時有饑荒，有一位辟支佛出嚟托缽，搵唔到食物，飲食供身體嘅能量呢，佢嘅消耗量每人唔同，90%消耗喺妄想上邊。出家人心靜，妄想少，常在定中，每日一餐就夠。羅漢一星期托缽一次，辟支佛呢定功就重深，半個月出嚟托缽一次。當呢位辟支佛出嚟托缽嘅時候，阿耨留陀尊者就以佢自己嘅一份食糧供養辟支佛，因此呢，佢得到91劫不受貧窮嘅果報。同時呢，佢又係天眼第一。佢出家之後呢，好懈怠，喺佛座下聽經嘅時候呢，瞌眼瞓。佛見到呢就申斥佢，好似蚌下一類，一瞓呢1000年，不聞佛名字。佢被訓斥咗一輪呢，心中非常難過，就搏命用功，7日7夜冇瞓，就將眼睛呢整盲咗。佛呢教佢修一種定呢，叫做樂見光明定，修成之後呢，就得到天眼通，可以觀察3000大千世界。藕益大師判本經為3分信願行，序分中呢亦有信願行3分。呢個16位尊者就係正信，佢哋都可以作為我哋嘅榜樣。修淨土者見賢思齊，如果以為自己聰明，舍利弗比我哋更加聰明，佢都念佛求生淨土，我哋有乜嘢理由唔肯念佛？如果認為自己太蠢，總係比周利盤陀奇好得多啦，佢都能夠成就啊！我哋修學亦都必定能夠成就。其餘呢，冇列明嘅上隨眾呢，都係法身大事。呢16個人呢，不過呢係代表啫。僧道選生呢句解文特別呢係讚嘆淨土法門啊！由此可知，呢啲人隨佛一生都係專修淨土者。喺其他法會之中呢，佢哋係影響眾；喺淨宗裏頭呢，佢哋係當機眾。法身大士嘅知見純正，對理論事實方法境界都徹底明了。悟呢，唯心淨土，見自性彌陀，毫無懷疑，增長道業，了斷咗六道輪迴嘅生死，同時亦都可以了斷三界以外嘅變異生死。如果唔往生西方，
從羅漢菩薩到成佛，仲有變易生死，生西以後呢，先至真正得到無量壽啊！經並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序分中呢，有順緣行，前面16位聲聞眾勸信，呢度菩薩眾前面2位勸我哋發願。文殊師利法王子，佛子好多，好似帝王亦都好多子，要選一個做太子，將來繼承皇位。佛家用比喻稱為法王子。文殊菩薩喺諸大菩薩中智慧第一。華嚴會上發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佢同普賢菩薩同時發願，佢2個呢係華藏世界毗盧遮那佛嘅助手，稱為華嚴三聖。前面阿羅漢發願求生極樂世界，到咗西方之後，斷兩種生死，接受阿彌陀佛嘅教導，完成佛道，仲可以理解。文殊普賢係華藏會上嘅等覺菩薩，都係後補佛啦。佢哋到西方世界做乜嘢啊？如果西方世界唔超過華藏世界，佢2個去就毫無意義。因此可以知道佛法，無論學邊個法門，到最後嘅歸宿都係華藏世界。到咗華藏世界之後，遇到文殊普賢，佢哋仲係勸行者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各位好好諗一諗，我哋行直路，唔使先到華藏繞個大圈子，遇到任何法門都唔好理會。有人懷疑呢個法門既然咁好，佛為乜嘢仲講好多法門呢？要知道呢個法門係對機緣成熟將要成佛嘅人講。如果未到成佛嘅階段，亦只好學其他博大精深嘅諸大乘法門。我從前對於呢個念佛法門發生信心，就係因為讀華嚴睇到文殊普賢以及善財童子一個個都發願求生西方淨土，我先至認真反省，仔細思量，回過頭嚟呢，放棄一切經教，認真修學呢個法門。如果唔係呢啲人俾我嘅啟示，雖然老師苦口婆心勸導，仲係好難接受啊。阿逸多就係彌勒菩薩，賢劫中釋迦牟尼佛係第4尊佛，彌勒菩薩係第5尊佛，佢呢係後補佛，而家呢住喺兜率內院。有人造謠講啊，釋迦佛已經退位啦，彌勒佛喺度掌盤啊！呢個完全係亂講。彌勒下生經裏邊講啊，以我哋嘅時間計算，
56億7千萬年之後，彌勒菩薩先至降生人間成佛。佢而家呢喺兜率天，兜率天嘅壽命4000歲，兜率天一日係人間400年，以4000乘360，再乘400，即係彌勒下生人間嘅年歲。無量壽經前半部係阿難當機，後半部彌勒當機。有人想到兜率天呢，親近彌勒菩薩，將來彌勒下生人間，亦都可以隨住佢嚟世間弘化。但係兜率天並唔容易去，要有定功，而且彌勒係唯識專家，門檻好高啊！要修唯心識定，修成功啦，先至可以去。要知道生西以後就係彌陀弟子，彌勒菩薩亦係彌陀弟子，同佢呢係同學身份，可以隨時去兜率內院參觀啊。犍陀柯提菩薩嘅名呢係不休息，常精進菩薩之名亦含有不間斷、不夾雜、不懷疑、精進不退嘅意思。呢兩位菩薩呢係勸行解菩薩摩訶薩此云大道心，成就有情，乃自悲雙運，自他兼利之稱。佛為法王，文殊少佛家業，名法王子。菩薩眾中自為第一，非勇猛實智，不能正解正土法門，故居錯。彌勒當來成佛，現居等國，以究竟嚴正佛國為要務，故次列。不休息者，曠劫修行不暫停故，常精進者，自利利他，無疲倦故。此等心為菩薩，必皆求生淨土，以不離見佛，不離聞法，不離親近供養眾僧，乃能速疾圓滿菩提故。菩薩呢，梵語菩提薩埵嘅略稱，華人呢就中意揀啊，文字同語言取簡要長明。玄奘大師譯為覺有情，古譯為大道心眾生，指真正發願修學，要完成無上大道。摩訶呢名大，三賢稱菩薩，登地菩薩稱為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只有自利嘅心，唔主動幫助眾生，稱為小乘。菩薩無條件主動度化眾生，悲智雙運。菩薩中代表人物唔多，只係舉4位。佛為法王，佛喺一切法中得到大自在，故稱法王，乃比喻稱為文殊，智慧第一，繼承佛陀教化眾生嘅事業，所以稱為法王子。佛法教學同埋傳承以智慧第一，慧係佛法終極嘅目標，戒同定係手段同方法，所以稱佛學為智慧之學。
每一位菩薩嘅智慧神通德能都係一樣嘅，平等嘅。為咗表法，每一位菩薩標榜一個特長，好似文殊智慧第一。呢個念佛法門需要有高度嘅智慧先能夠接受啊！我哋聽咗呢個法門就生大歡喜，發大願依教奉行就係最智慧嘅抉擇，同文殊菩薩同舍利弗冇兩樣。呢個智慧係實智，非世間人嘅聰明智慧，所以文殊排列第一。彌勒係梵語，意為慈悲，所以呢又叫做慈氏。彌勒係姓，阿逸多係名字。學佛同修，日日念回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點樣莊嚴啊？彌勒菩薩係以究竟莊嚴清淨佛國為要務。阿彌陀佛慈悲歡迎我哋到西方世界，仲有眾多菩薩個個都係清淨莊嚴佛國土，而我哋如果唔清淨，造成佢個國土嘅污染啊，點樣能夠容納我哋呢？要知道莊嚴佛國土，而家就要做，心淨則土淨。為乜嘢念佛？為乜嘢讀經？目的係要把染污嘅心修正為清淨嘅心。身係淨部，土係衣部。如果念佛讀經心唔清淨，就變成腹部，將來個果報喺六道，唔能夠出三界。慈氏菩薩係娑婆世界嘅後補佛，現居等覺，佢係大慈大悲。喺佛門中，慈悲上面加個大字，說明呢個慈悲係平等嘅清淨嘅，心有等差分別就唔清淨。福慧兩種莊嚴具足，係往生淨土必要條件。文殊呢，代表智慧，彌勒代表福德莊嚴。最後兩位菩薩勸行，不休息喺修行中，從嚟唔懈怠懶惰。中國人常講啊，一日卜之，10日寒之。例如每日以4小時用功，仲有20小時間斷。印度講時間係晝3時，夜3時，日間分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夜晚叫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中國從前將時間分成12個單位，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12個時辰。而家呢，已經採用晝夜24小時制。印度一時就係中國嘅4小時。佛陀在世嘅時候，出家人睡眠喺中夜分，晚上10點就寢，2點鐘就要起床。佢哋呢，只喺中夜瞓4個小時，有20小時修行啊！
如果想有成就，唔能夠唔把握時間發奮用功。另外呢，仲要學常精進菩薩，自己修係自利，仲要幫助別人，利人就係自利。心中清淨一塵不染，冇執着得失貢高我慢，做到作意無作，三輪體空，咁樣呢，先至能夠無疲倦。以上所舉文殊等4位大士，都係等覺菩薩，都發願求生淨土。生淨土有幾種好處：第一，不離見法；第二，不離聞法；第三，係親近供養海會大眾，而且能夠速疾圓滿菩提。以等覺菩薩嚟講，有能力隨時到十方剎土。為乜嘢仲要生極樂世界呢？華嚴講，41位法身大士都隨普賢菩薩求生淨土，顯示西方具有無比莊嚴嘅大場面，說明到咗西方見佛聞法，親近諸善知識，冇一分一秒間斷，顯示西方環境特別殊勝。等覺菩薩雖然有能力到十方世界供養諸佛，亦都難免有間斷嘅時候。釋迦牟尼佛在世只有79歲，講經300餘回，說法49年，時間並唔長。佢嘅法運亦都只有12000年，過後呢就冇佛法，要等56億7000萬年彌勒下生先至有佛法，中斷嘅時間太長啦。其他諸佛剎土累皆如此啊！西方人壽命無量，喺理論上講呢，仲係有量。阿彌陀佛滅度之後，觀世音菩薩繼承佛位，但係呢，阿彌陀佛咩時候入滅？無量壽經上講得好清楚，目犍連神通廣大，佢可以喺24小時內算出娑婆世界眾生嘅數目。假使十方世界眾生悉成緣覺啊，壽萬億歲，神通如目犍連，盡其壽命悉共推算，都冇法子推算無量壽佛嘅壽命。由此可知，生到西方壽命無量，菩提路上一絲毫障礙都冇。等覺菩薩為咗速疾完成佛道，所以呢都願往生西方。經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解。釋提桓因此云能為主，即忉利天王等者，下等四王，上等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色、無色無量諸天也。大眾俱為十方天人，八部修羅人非人等，無不與會，無非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也，通罪境。釋提桓因呢，亦為能為主，即係忉利天王，欲界第二層天，33天嘅天主，又名帝釋天。中國人俗稱玉皇大帝，
其他宗教所講嘅天主，即係忉利天王。我哋細心觀察各個宗教嘅典籍，以及佢哋嘅理論修行方法，似乎呢都離唔開忉利天。再往上必須有禪定功夫，修清淨心。假如禪定修成功，就生到色界四禪天。如果有禪定基礎而未修成功，就謂之未到定，只能生到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如果想生四禪天，除咗禪定之外，仲要修呢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先至能夠生到色界。諸佛菩薩何處圓熟，就到何處教化眾生。三途中同諸天都有佛菩薩講經說法，只有四空天呢唔接受佛法。佢哋以為已經證得大涅槃。如果講其他宗教排斥佛教，乃是暫時。佢如果升天，將來同佢嘅天主都會蒙佛菩薩教化，日後呢仍然會學佛。上從等覺，下至地獄眾生，都係淨土法門所攝。九法界平等修行，平等成佛。佛49年說法，只有呢部經係普披三根，利鈍全收。到此通罪中嘅正信罪講完，以下係法喜罪，亦稱為別罪。